Kate Cunningham 缺陣之下，底特律活塞依然穩佔一哥席位。到底我哋幾時先可以俾啲尊重呢班壞孩子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imone， 歡迎嚟到 NBA Talk。季後賽仲有2個禮拜到就開鑼㗎啦，點可以唔講下東岸一哥活塞隊啊？呢隊 Bad Boys 用作品說話，喺缺乏 Kate Cunningham 之後，依然能夠11勝4負。外界一直睇低活塞一線嘅原因，因為進攻乏味。而呢段時間就係由我近期入坑嘅 Jalen Duren 同埋小將 Dennis Jenkins 分擔得分責任。Jalen Duren 勁嘅地方唔止在於搶籃板，仲可以喺內線狂爆對手得分，而佢自己咧亦都有唔錯嘅創造能力。Dennis Jenkins 咧就喺呢段時間大爆發啦，尤其喺最近對戰 OKC 嘅賽事上面發揮得淋漓盡致。好多人仲係覺得活塞嘅季後賽經驗尚淺。上年美國感恩節，我去咗波士頓報道塞爾特人主場迎戰底特律。當時喺波士頓咧內線非常薄弱啊，令到 Jalen Duren 喺半場已經錄得13個籃板。即使波士頓增兵羅致咗 Vucevic， 但係我就認為活塞嘅陣容咧就比較全面，即使面對騎士同紐約人都可以提高一線。唔知大家意見係點啦？我就覺得 Mom Spaghetti 今次可以發威。仲有 Jalen Duren 真係好正啊，希望佢可以攞到最佳進步球員啦。中意 NBA Talk 就記得 follow 我啦。